歡迎大家再次嚟到阿邦心中的 Top 10 Stand-up Comedians。今日我哋講位英國 stand-up 界嘅鬼才 Ricky Gervais。呢位咧亦係阿邦我印象中咧第一位認識嘅西方 stand-up comedian。咁我點解揾到佢嚟睇嘅咧？咁話說嗰時應該係2000年後咁上下啦嚇。咁當時網上資訊都仲未好似而家咁發達嘅，莫講話 Netflix、YouTube 都仲未有攞出世啊。咁我哋一般人咧要接觸國外資訊咧，主要都係靠兩個香港電視台，即係 TVB 同埋 ATV。咁有晚咧記得深夜嚟㗎啦，我就撳入去明珠台睇下咩睇啦。咁啊見當時咧有個類似與 CEO 對話咁嘅專訪節目，記者咧訪問有緊一個咧公司高管啊，叫 David Brent 嘅人啦，有關管理哲學嘅問題。反正冇嘢做，咪睇下咯，諗住學下啲成功人士點成功都好啊嘛。咁點知越睇越怪。搞咩呢個高管講嘢咁怪嘅咧？又扮嘢又自大又小家嘅咧，都不特止喎，仲有啲騎呢同猥瑣添。後嚟先知原來呢個專訪係假嘅，係套戲嘅，係套劇嚟嘅。佢呢個只係嗰個戲嘅效果，做到好似 documentary 咁啫。咁順帶一提啦，呢類節目呢個專有名詞嘅叫 mockumentary。咁呢套劇咧，我諗大家都知我講緊邊套啦，就係講緊職場交人交事2001年喺 BBC 首播嘅 The Office。咁而扮嗰位衰公高管 David Brent 咧就係 Ricky Gervais 啦。呢個亦係阿波第一次認識 Ricky Gervais 嘅場景。跟住我上網揾資料啦，知道原來 Ricky 咧都係一個 stand-up comedian 嚟嘅喎。佢係1961年喺英國嘅雷丁出世。咁唔講唔知啦，喺眾多嘅 stand-up comedian 裏邊啦，Ricky 咧算係出道 stand-up 比較遲嘅啦。因為睇翻網上資料咧，話佢係90年代尾先開始玩嘅，咁當時佢都30幾，將近40，咁比起好多10幾20歲就出道嘅 stand-up comedians咧，例如好似之前介紹過嘅 Louis CK 啦，佢叫好遲嘅啦。咁皆因啦，人哋早前咧玩音樂嘅，搞樂隊嘅隊 band 咧叫做 Siona Dancing， 都出過碟咁嘅，好似話。咁當然佢做得唔係太成功啦，聽講玩咗1年冇耐就接咗啦，亦咁講啦。好彩佢做得唔成功，如果唔係呢個世界就會多咗隊 band， 但係少咗個好似 Ricky Gervais 咁重量級嘅 stand-up comedian啦。嗱，講下 Ricky 一集講唔夠嘅，下集再講啦，拜拜。